顶礼上师。弟子想请教的问题就是50万加行调整的问题。有时候在推广一些普贤上线教这些前行的时候，常常会面临到一些问题。就是第一个，他们会回答说，佛陀时代并没有50万加行的这种传统。第二个他们的问题是讲说，现在有很多政务的其他的上师，他提供的是因应不同的文化跟环境，他做一个加行的改良。比如说以翁阿訇的修法，或者是说以分析式的禅修来作为一个替代。那不知道这方面在做加行上面的调整，上师的看法是什么？这样的，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门啊，都有佛陀的教言，然后后来的大德们的这种延续的传承，在这种延续的传承呢，要结合他的口诀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修50万加行呢，在格鲁派当中呢，就是也有修加行的这个传统，然后这个尼玛派当中呢，就是有这个传统，尤其是按照这个华智仁波切啊，就是你们这边说是巴粗仁波切是吧？他的这个传承的话呢，如来雅尊者华智仁波切以及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来了，所有的这些弟子们呢，都是已经有些修了25遍这个加行，有些修了3遍、4遍都有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的这个强调就是修加行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为什么要修50万呢？因为没有就是到这样的一种数量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行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当然你不想修也可以，但是这是对考练就是传承弟子的一种这个行为。比如说汉传佛教当中就是参禅的话呢，就是专门有一种泡禅，专门有一种相禅。那这些禅呢，在佛经当中都并没有就是这么讲，但实际上呢，到了后代的这个传承上是哪里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不想就是沿这条路的话呢，那你另外一个开创你的路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又没有这个本事，确实也是很难的。有些人以前也问我说是这个50万加行不修可不可以？我说不修可以，但是按照我们的本传上师的话呢，确实也是从无垢光尊者、智悲光尊者，尤其是尼玛巴的很多的这个传承上师呢，都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加行。现在很多人不愿意修呢，因为工作嘛，因为自己需要快餐文化，但实际上呢，他还没有到这种真正要修真心的境界。所以我个人呢，非常强调大家要修50万加行。今年我们在佛学院呢，就是传一些大黄花王的密法，没有修完加行的，我一个人的不让听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即使听了，也是对他也就好像空中楼阁，没有很大的这个作用。他的心态就是没有办法，这并不是我们就是个别人可以，这是真正的传承上师，真正的创始人，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的说明书上面说的话呢，那你要用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你按照这个刚开始的创始人的这个说明书来，就是应用很好的。否则的话，你后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改装的话呢，也许这个产品用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呢，表面上是可以，但实际上呢，不一定有这个效果。所以在很多的藏传佛教的传承当中，说实在，这个修完加行的佛教徒的这个心态完全不同的，出家人也好，在家人也好，没有修完加行的，虽然他们自己所说我已经得到什么什么的观顶呢，什么什么的最高的这个修行呢，但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也退得比较快，就是所以呢，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找很多的一些相似的理由，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。我们的智慧再怎么样，也比不过这个前辈大德们的智慧的1/1000，所以大家要谨慎。